第20篇，讲甲一本机做无一汤匙。认真要看咱台湾的选举，是互人心肝头足热志。候选人的出头真多，什么撇步拢总有，挖空、抹乌、八卦等等，无所不至。目的拢是为着选票。若要论候选人的才调，我毋敢讲无。不二个，若看咱台湾这几年，互遐政治人物愈甲歪高试错，这款才调袂禁得，互人产生疑问。总是若讲到候选人的口才，个个一支喙，拢练甲亲像不败的金身。支票开甲落落长，什么拼经济、股市起、收入多、爱台湾、反贪污、灭乌金，讲甲喙角全泡，顺续阁甲你看保证，戆选民听甲喙仔笑嗨嗨，耳仔啪啪啪，心爽身体勇，想讲这声冒死啊！日子里毋免阁过了遐尼艰苦。哪知影当伊选调了后，才无咧插你是啥碗糕。以早选举看保证的支票，4年一轮了后，做无一丝丝啦，才发现逐张拢总白拉票，一切拢是假，真是讲甲一本机，做无一汤匙。伫咱生活四周围，有满腹的理想甲目标。总是只有专门出一支喙的人，嘛确实袂少。将近30年前，台湾的社会当咧发展，父母拢无闲趁钱，所以囡仔放学也无人照顾。我有几个朋友就小少斗阵合股，准备要伫社区开安亲班，有眼光阁计划好，大家十喙九尻川。嘛是讲甲喙角全泡，袂输已经趁偌济钱咧。总是当要做工课时阵，大家理由借口一大堆，所以开无偌久，胆就拢收起来咯。人讲有梦相随，希望相随，逐人拢有伊家己人生的梦想。自细汉老师叫咱写作文。将来的理想，等待成人了后，又阁不时咧做人生的美梦。虽望计划讲甲规拖拉去，总是伫一生中间达成美梦的，嘛是好算歹。从细汉想要打拼读册，毋望将来有成就；到大汉想要食好头路，趁大钱。找理想的对象，建立美满的家庭，总是认真甲看。世间毋知有偌济人达成这款的美梦。我的小倩读大学的时阵，有一摆恋爱的经验，总是后来无有结果。退伍了后，热心伫教会侍奉，辅导青少年的信仰。也去校园做学生福音的工作。伊2摆出国去印尼甲柬埔寨做短期的宣教。最近我问伊有理想的对象无？伊应我无呢。我阁问伊敢无想要找看卖？伊讲拢交托互上帝。人生美梦虽然人人有，总是侪侪时阵拢失迷伫懊恼甲后悔的中间。圣经有记载，拢毋通看如什么，万项事着用感谢的心祈求甲代祷，将恁所求的互上帝知。安尼，上帝所赐超越人一切了解的平安，会通过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。所以，当咱咧编织人生美梦，讲甲一本机，后来搁咧后悔的时阵，宁可大声将一切美梦
心思意念交托给上帝，完全顺坦以美好的旨意甲引带，伫无有看路的日子来过平安喜乐的生活，敢毋是加足有福气？第20篇讲甲一本机做无一汤匙。认真要看咱台湾的选举，是互人心肝头足热志。候选人的出头真多，什么撇步拢总有，挖空、抹乌、八卦等等，无所不至。目的拢是为着选票。若要论候选人的才调，我毋敢讲无。不如过，若看咱台湾这几年，互遐政治人物愈甲歪高试错，这款才调袂禁得，互人产生疑问。总是若讲到候选人的口才，个个一支喙，拢练甲亲像不败的金身，支票开甲落落长。什么拼经济、高市起、收入多、爱台湾、反贪污、灭乌金，讲甲喙角全泡，顺续阁甲你看保证，戆选民听甲喙仔笑嗨嗨，耳仔啪啪啪，心爽身体勇，想讲这声冒死啊！日子里毋免阁过了遐尼艰苦。哪知影当伊选调了后，则无咧插你是啥碗糕。以早选举看保证的支票，4年一轮了后，做无一丝丝啦，则发现逐张拢总白拉票，一切拢是假，真是讲甲一本机，做无一汤匙。伫咱生活四周围，有满腹的理想甲目标。总是只有专门出一支喙的人，嘛确实袂少。将近30年前，台湾的社会当咧发展，父母拢无闲趁钱，所以囡仔放学也无人照顾。我有几个朋友就小少斗阵合股，准备要伫社区开安亲班，有眼光阁计划好，大家十喙九尻川。嘛是讲甲喙角全泡，袂输已经趁偌济钱咧。总是当要做工课时阵，大家理由借口一大堆，所以开无偌久，胆就拢收起来咯。人讲有梦相随，希望相随，逐人拢有伊家己人生的梦想。自细汉老师叫咱写作文。将来的理想，等待成人了后，又阁不时咧做人生的美梦。虽望计划讲甲规拖拉去，总是伫一生中间达成美梦的，嘛是好算歹。从细汉想要打拼读册，毋望将来有成就；到大汉想要食好头路，趁大钱。找理想的对象，建立美满的家庭，总是认真甲看。世间毋知有偌济人达成这款的美梦。我的小倩读大学的时阵，有一摆恋爱的经验，总是后来无有结果。退伍了后，热心伫教会侍奉，辅导青少年的信仰。也去校园做学生福音的工作。伊2摆出国去印尼甲柬埔寨做短期的宣教。最近我问伊有理想的对象无？伊应我无呢。我阁问伊敢无想要找看卖？伊讲拢交托互上帝。人生美梦虽然人人有，总是侪侪时阵拢失迷伫懊恼甲后悔的中间。圣经有记载，拢毋通看如什么，
万行事着用感谢的心祈求甲代祷，将恁所求的互上帝知。安尼，上帝所赐超越人一切了解的平安，会通过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。所以，当咱咧编织人生美梦，讲甲一本机，后来搁咧后悔的时阵，宁可大声将一切美梦、心思意念交托互上帝，完全顺探伊美好的旨意甲引带，伫无有看路的日子来过平安喜乐的生活，惊毋是加足有福气。